位於安南區的高屏中華區是台南市第一座集團示範社區，訴求低密度開發為特色，結合生態綠地甲自然水環景觀，去密集南科產業人才進駐。加上市府開3億外，佇遮興建安南全民運動館，目前工程進度已經達到85%，預計4月29完工。對滿足無共年齡層的運動需求，提升當地生活機能，甚至帶動房地產市場的交易，攏是樂觀穩定成長。維持區域的一個行情，主要還是以生活機能為主。對，那我覺得我們九份子這邊現在目前欠缺的就是這一塊，就是人都已經進來了，但是生活機能它還沒有到一個很完善的一個程度。那我覺得國民運動中心其實完工之後，對我們這邊的生活機能會更加有幫助。那對這些學區啊、家庭的客人啊，對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去處了。根據市府地政局統計，2025年台南市移轉棟數上懸就是安南區，其中高屏中華區的人口成長正是數一數二，加上現在還有全民運動館的優勢，對帶動安南區的發展相當期待。全民運動館裡面呢，我想除了籃球場、羽球場以外，那特別有瑜伽教室、多功能教室、體適能訓練中心等等。會使講非常的豐富啦。重劃區呢，相信除了九份子的國中小雙語學校以外，那再加上全民運動館，絕對會帶領我們安南區可以更加的發展，更加的繁榮。無論現況南科外溢效應如何，不過安南區人口持續成長正是事實。相信在全民運動館周邊的水環景觀主體將持續吸引注目，成為台南邦市有長線支撐力的區域之一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